我成日都同人講，人過咗60歲之後，有一件事真係比你做養生重要，亦都比你存錢重要。嗰件事就係要同嗰啲不斷消耗緊你嘅人一刀兩斷。你哋聽落可能覺得呢番話講得有啲古怪，養生係保住條命，存錢係攞嚟保底，呢啲嘢唔係點都比人際關係重要咩？我話俾你聽，錯啦，大錯特錯。易經入面有一句話叫做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呢句嘢係咩意思？即係話你身邊聚埋一堆咩人，你慢慢就會變成一個咁樣嘅人，你成個氣場都會慢慢被佢哋同化埋。你每日見到嘅人，佢哋身上帶住嘅究竟係陽氣定係陰氣，係福氣定係晦氣？呢樣嘢直接決定咗你呢個人嘅運勢走向。你養生就算做到幾咁認真，每日早睡早起，食嘢又清淡，但係如果你每日見面嘅人天天都在奪走你嘅精氣神，帶走你嘅運氣，你個身體好快就會垮掉。人到咗60歲就係一個甲子嘅輪迴，天道去到呢個節點就會開始逼住你要做減法。你嘅陽氣已經比唔上生肖生猛嘅後生仔，經唔起人哋咁樣同你消耗，亦都經唔起折騰。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好好講下，人到咗晚年有4種人你要同佢斷絕來往，有5件事你一定要睇開，仲有3件養生嘅事你必須要做，聽得明而且跟住去做，你嘅晚年一定會活得好通透，活得好健康，活得好有滋有味。好多人以為自己運勢好唔好，全靠老天爺決定，一係就睇八字，一係就睇風水。呢啲講法固然有道理，但係有一樣嘢比呢啲所有嘢都重要，嗰樣嘢就係你身邊嘅人，你每日接觸到嘅氣場，每日受到嘅影響，一點一滴其實都喺度塑造緊你嘅運勢走向。所以管好自己身邊嘅人，呢個絕對唔係自私，亦都唔係絕情，而係你在認認真真咁經營緊自己嘅命運。好，我直接進入主題，我先講下有邊4種人你要即刻同佢斷絕來往。第一種人就係好中意炫耀同埋同人比較嘅朋友。人活咗幾十年，多多少少總會有幾個老朋友，你退休佢又退休，聚埋一齊聚舊，聽落去好似一件好事。但係你有冇發現有啲聚會你出門口之前明明挺期待，去完返到屋企之後心裏面卻塞得好辛苦？為咩呢？因為成個聚會由頭到尾都好似比賽咁樣，傾仔女就比邊個個仔賺得錢多，邊個個女嫁得好，傾買樓就比邊個喺台北買咗第幾間，邊個嘅投資又升咗幾多，傾身體就比邊個做咗咩高檔檢查，邊個揾咗咩名醫。表面上大家係咩夠骨子裏其實係互相較勁。已經有講陽氣一定要內省，60歲之後你嘅精氣神係用嚟養自己嘅，唔係攞嚟同人哋較勁嘅。你每見呢種朋友一次，你嘅心火就旺一次，你嘅肝氣就鬱結一次。夜晚返到屋企你就瞓唔着，見得呢種人多，你身體只會越嚟越差。我以前有一個學生，台北人嚟嘅，退休之前做工程師。呢個人原本好平和，退休之後有一幫老同學，每個月都要聚一次，每次聚完返嚟佢就會失眠2、3晚。佢同我講，佢哋嗰個圈子入面有個同學發咗財，每次聚會都係咁講自己最近買咗咩車，去咗邊度旅行，講到眉飛色舞。佢聽完個心就覺得好難受。我問佢：你既然聽完難受，咁你去呢啲聚會做咩？佢話唔好意思啊嘛，見大家都去。我話你唔好意思，只不過係面子問題，但係你失眠係身體問題。你個面子值幾多錢？你個身體又值幾多錢？你哋仲要諗清諗楚一件事，嗰啲好中意炫耀嘅人，其實佢自己活得一啲都唔快樂。佢點解要炫耀？因為佢內心根本不踏實，
佢需要通過別人嘅面目嚟到證明自己嘅價值。呢種人本身就活在焦慮入面，你同佢一齊，佢嗰種焦慮就會傳染埋俾你。孔子都講過益者三友，有多聞。真正值得來往嘅朋友係可以坐埋一齊飲杯茶，等大家都覺得心裏踏實嘅那一種，而唔係令你越傾越焦慮嘅那一種。道家有講知足者富，你退休咗有得食有得住，身體仲過得去，仔女又平平安安，呢個就已經係福氣。你同人哋比，永遠都冇盡頭，因為總會有人比你更強。將心思放回自己身上，好好去感受自己擁有嘅嘢，呢個先至係60歲之後應該有嘅格局。我個台北嘅學生後來慢慢減少咗去呢啲聚會，改為嗰隻揾2、3個真正傾得埋嘅老朋友，大家一齊飲下茶下一番棋，成個人嘅狀態即刻好咗好多。佢後來同我講，以前參加嗰種聚會，返到屋企總要難受好幾日，而家同老朋友飲杯茶，聊聊大家各自種嘅花，講講個孫嘅事，返到屋企個心暖粒粒，當晚一定瞓得好，咁就啱啦。60歲之後嘅人際關係，質量絕對比數量重要，心暖亦都比熱鬧重要。第二種人就係退而不休嘅老同事，退休之前大家一齊拼搏，一齊加班，感情睇落去好似好熱鬧，退休之後本來應該各自回歸平靜，但係有啲人就係放唔低，仲天天同老同事搞埋一齊，聚埋一齊傾嘅依然係當年邊個升職唔公平，邊個嘅退休金比邊個多，邊個喺位置上做咗啲咩事。呢種聚會根本唔係在咪夠，佢係將職場上嘅火氣硬生生搬咗入去你晚年嘅生活入面。你冇諗過點解退休之後同老同事聚完餐返嚟，總是會瞓得唔好。好多人以為係自己飲多咗，或者係傾得太耐，其實唔係，係你個氣場亂咗。易經5行入面，職場屬於火嘅能量，充滿住競爭、拼搏同埋躁動，大家聚埋一齊，是為了利益，是為了任務，氣場係向外發散出去嘅。但係退休之後，我哋回歸家庭，呢個係土嘅能量，要安穩，要靜止，要滋養自己嘅脾胃，滋養自己嘅心神。火克土，你將職場嘅火氣帶埋返屋企，當然會擾亂你本身嘅土氣，搞到你脾胃不和，心神不寧，睡眠自然就唔好。我識得個台中人，退休之前喺某個機關當主任，風光咗20幾年。退休之後，天天同老同事聚餐，每次聚會返嚟就失眠心慌。佢同我講，好似只有同老同事喺一齊，先至可以揾得到存在感，先至覺得自己仲有價值。我同佢講，你呢個係仲未喺過號嘅榮光入面走返出嚟，你而家已經唔係主任啦，你而家就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老頭子，你要接受呢個事實。佢一開始仲好唔服氣，話我當初管咗幾多人，點會係個普通老頭子？我話你當初管咗幾多人，同你而家有咩關係？你而家去菜市場買餸，嗰個賣豬肉嘅唔識你，嗰個賣青菜嘅亦都唔識你，大家一齊都係平等嘅。你可以接受到呢點，你先至可以真正安低個心。後來佢跟住照做，每日去菜市場買餸，幫老伴煮飯，同隔鄰鄰舍傾下偈，去公園打太極。過咗唔夠3個月，佢失眠心慌嘅毛病就全部好返晒。佢後來同我講，其實菜市場比咩都更熱鬧，同嗰啲街坊聊聊天，比開咩聚會都更有意思。退休唔係失去啲咩，退休只不過係換咗另一種活法。職場俾你嘅係地位同埋收入，晚年俾你嘅係時間同埋自由。呢兩樣嘢邊一樣更珍貴？你自己要諗清楚，將嗰啲消耗時間同埋心神嘅無效聚會通通減就，將時間留俾真正令你覺得舒服嘅事。
呢個先至係聰明人嘅活法。易經入面嘅遁卦講嘅就係適時退隱，順勢而為。遁唔係叫你逃跑，亦都唔係叫你認輸，而係你睇清楚咗天時，懂得合時嘅時候就要收手，將精力用喺更值得嘅地方。你退休咗，老天爺就已經幫你打咗一張遁卦，你跟住呢張卦嘅方向走，人生先至可以進入下一個更好嘅階段。第三種人就係負能量滿滿，好中意抱怨嘅人。呢種人其實係最危險嘅，偏偏佢最不容易俾你察覺到。佢唔係咩衰人，佢可能係你認識咗幾十年嘅老朋友，佢甚至可能對你好好，但係佢就係天天同你訴苦，天天同你抱怨，抱怨仔女唔孝順，抱怨老伴唔體貼，抱怨自己身體越嚟越差，抱怨物價越嚟越貴，總之萬事都覺得不如意。每次同你見面，就好似喺你身上安咗一條管子，將佢嘅負能量源源不絕咁輸送過嚟俾你。易經講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你身邊嘅人帶住啲咩氣場，時間長咗，你就會被佢同化。你有冇試過呢種體驗？同某一個人聊完天之後，感覺自己成身疲憊，咩事都唔想做，嗰個就係被對方消耗咗你嘅陽氣。時間長咗，你都會變成好似佢咁，開始覺得咩嘢都唔好，開始喺度抱怨。你一抱怨，心神就會珠散，氣血就會不暢通，各式各樣嘅毛病就全部出晒嚟。我識得一個台南嘅老太太，退休之前係小學老師，一輩子都與人為善。佢有一個老姊妹，兩個人識咗40幾年，感情一直都好好。但係嗰個老姊妹退休之後，慢慢變得好負面，每次見面都係抱怨，由個新婦唔好相處，抱怨到自己條條膝頭哥痛，條腰又痛，總之乜嘢都唔滿意。呢個老太太個人心軟，每次都認真咁去開導，幫對方諗方法。結果點呢？無論佢點樣開導，下次見面還是一樣咁抱怨，從來都冇改變過。慢慢咁，佢自己都開始變得好低落，連睡眠都變差埋。佢過嚟揾我，我一問就明白晒。我話你嗰個老姊妹根本唔係真正喺度揾解決方法，佢只不過係要揾個人倒垃圾。你每次都幫佢接住，結果就係佢輕鬆晒，但係你個人沉重晒。呢個唔公平，亦都一啲都唔健康。你可以同情一個人，可以幫助一個人，但係你絕對不能夠俾自己陪住一個人一齊沉落去。呢個唔係冷漠，呢個係智慧。已經講君子以厚德載物，厚德係要有力量先至可以承載得到。你自己嘅陽氣都就嚟唔夠啦，你仲要去承載人哋嘅陰氣，嗰個唔係厚德，嗰個係損害自己。你嘅陽氣係你晚年健康同埋運勢嘅根本，絕對不能夠求其俾人哋消耗。嗰個台南嘅老太太後來慢慢減少咗同嗰個老姊妹見面嘅頻率，由以前個個星期見面，改為每個月聯絡一次。一開始佢心裏邊都好愧疚，覺得自己係咪唔夠義氣，但係亦過咗冇幾耐，佢自己嘅睡眠好翻晒，心情亦都開朗晒，每日都好有精神去做自己中意嘅嘢。佢同我講，佢終於明白啦，你只有先將自己照顧好，你先至有能力去幫助人哋。你自己閂燈都就嚟熄啦，你點樣去照亮人哋呢？第四種人就係舊情未了嘅前任，呢種係最要命嘅一種，偏偏好多人唔當成一回事，覺得大家都呢把年紀啦，見一面又可以點樣喎？我話俾你聽，真係可以出大件事。人老咗有時難免會諗起後生嗰陣愛過嘅人，心裏面隱隱約約會有個念頭，想去見一面，睇下佢而家過得好唔好。呢個念頭聽落去雖然係人之常情，但係你千萬不要去俾自己付諸行動。為咩呢？易經講心為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
你個君主絕對唔可以亂，心神亦都唔可以隨便俾人擾亂。60歲之後，你嘅心氣已經走向收藏，經唔起太大嘅情緒波動。見咗面往往會出現兩種情況，第一種情況，你發現佢老咗，變醜咗，再都唔係當初後生嗰個樣，你原本心入面嗰個美好嘅畫面會落然崩塌。呢種失望對你心神嘅衝擊其實係非常之大嘅。第二種情況就更麻煩，舊情復燃，開始繼續聯絡，結果擾亂咗自己原本嘅家庭，打亂咗自己原本嘅心神。無論係邊一種情況，對你嚟講都係一次好大嘅陽氣出血，好有可能會引發你心悸、失眠、血壓飆升，連運勢都跟住大亂。易經嘅選卦講得好好，選下益上，有扶元吉，懂得去減選，懂得去放得低，你先至可以長久獲益。嗰一段後生仔女嘅情感係你生命入面嘅其中一個章節，佢已經翻咗過號啦，唔好再翻轉頭去睇，翻嚟翻去只會將張紙寫到亂晒。有啲緣分留白先至係最靚嘅，留在記憶入面嘅嗰一點點溫暖，你就由得佢留在嗰度，唔好去打破佢。我後生嘅時候，亦都曾經有人帶過話俾我，話有一個後生嗰陣識得嘅人想見我一面，我諗咗好耐，最後都係拒絕咗。呢個唔係冇情，係因為我知道有啲嘢留喺記憶入面先至係最好嘅保存方式。一旦見咗面，嗰個美好就會被現實無情咁打碎。你失去嘅不只是一段回憶，仲有嗰段回憶帶俾你嘅嗰一點點溫暖。人到咗60歲向前睇嘅日子已經唔算多，一定要將有限嘅心神用喺真正值得嘅地方，唔好白白浪費在打破美好回憶上面。講完呢4種人，再嚟講下有5件事你必須要睇開。呢5件事好多人諗咗一輩子都諗唔通，今日我過嚟幫大家捋清楚。第一件事就係要睇開過號嘅榮光。退休之前你可能係處長、總經理、老闆、教授，前呼後擁，一呼百應。退休之後冇人再同你端茶倒水，冇人再同你請示匯報，出門口亦都冇人再叫你做某某長啦。你個心就會空落落，就會覺得好失落。好多人出現呢種情況，就開始天天活在以前嘅榮光入面，放唔低自己個官架子，擺不正自己而家嘅位置。我見過一個退休嘅高管，新竹人嚟嘅，退休之後出門口居然仲要着西裝打呔，同隔籬鄰舍講說話都擺出一副領導嘅架勢，結果冇人願意理佢，佢自己亦都越嚟越悶悶不樂，最後仲得了抑鬱症。我問佢：你而家天天咁樣，你快樂嗎？佢沉默咗好耐，先至講話：我唔快樂，但係唔咁樣做，我更唔快樂。呢個就係問題所在，佢陷入咗一個死循環。你放唔低先至會痛苦，但不放下亦都一樣係痛苦。孔子講70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呢句嘢係咩意思？即係話人到咗呢個年紀應該活得自在，活得真實，而唔係活俾人哋睇嘅。道家亦有講功成身退，天之道也。事情做成功咗，就應該要退落嚟，唔好執着於名利，唔好貪戀以往，心神先至可以得到安定。嗰個新竹嘅退休高管後來慢慢諗通咗，佢將所有西裝全部收埋，換上普通嘅休閒衫，開始同隔籬鄰舍下棋，同早市嘅攤販傾偈。後來仲去咗社區入面做義工，幫班老人家跑腿買嘢。佢同我講，嗰啲老人家叫佢一聲老陳，叫得自然又親切，比當年叫佢某某長仲要舒服。佢話嗰刻我才明白，人最值錢嘅從來都唔係頭早，而係被別人真心需要嘅感覺。退休咗就應該放下身段，回歸生活本身，去菜市場同啲小販站下架，感受一下人間嘅煙火氣，幫老伴買下餸，煮下飯，
享受普通人嘅樂趣，接地氣，你嘅脾胃先至可以好，覺先至可以瞓得香，你個運勢先至可以穩。天天標在過號嘅榮光入面，唔接地氣，遲早要出問題。易經嘅邊卦係64卦入面唯一一個六爻皆吉嘅卦。你哋諗下，點解偏偏係邊卦六爻皆吉？因為邊就係做感法，係放下，係接地氣。你越謙卑，你嘅氣場就會越穩，你嘅運勢就會越好。那些退休之後放得低身段，跑去當義工，跑去幫鄰居跑腿，跑去菜市場同小販傾偈嘅老人，你睇下佢哋係咪大多都活得好健康，活得好開心？呢個絕對唔係偶然，呢個係易經嘅道理在起作用。第二件事就係要睇開仔女嘅事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為兒孫作馬牛。呢句話邊個都會講，但真正可以做到嘅冇幾多個。好多老人一輩子為仔女操勞，後生嗰陣供仔女上學，幫仔女買樓，操持仔女嘅婚事，老咗仲要幫手帶孫，仲要將自己嘅老本貼補仔女嘅生活開銷，將自己條老命都全部拍埋除。已經講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卦，都有自己嘅命運軌跡。父母嘅卦係管唔到仔女嘅卦嘅，呢個就係天道。你硬要插手，你硬要包辦，你其實要再逆天而行，不但幫唔到仔女，反而會傷到你自己。道家有講小孩子係純陽之體，需要經過磨練先至可以成才。過度保護、過度溺愛，其實係逼奪咗佢成長嘅機會，反而害咗佢。60歲之後，你最重要嘅任務係養好自己嘅身體，唔好給仔女添麻煩。呢個先至係對仔女最大嘅支持。你將自己身體搞垮咗，仔女仲要分心過嚟照顧你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麻煩。你自己活得健康，活得開心，仔女出門口返工，個心先至可以安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愛，唔係控制，唔係捆請，而係放手。仔女有佢哋自己嘅路要走，由得佢哋去闖，由得佢哋去吃苦，由得佢哋去經歷。只有佢哋自己痛過，佢哋先至會成長，先至會改變。我見過太多呢啲案例，父母將仔女保護得太好，乜嘢都同佢哋安排好晒，結果仔女到咗40、50歲，仲好似個掃咩子咁，一遇到困難就跑返嚟揾父母，一遇到挫折就直接躺平唔喐。呢個唔係父母嘅功勞，呢個其實係父母嘅罪過。易經大象傳有話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，連老天爺都要自強不息。你幫仔女將一切都包辦晒，就係在搣奪佢哋自強不息嘅機會。所以60歲之後最好嘅愛就係放手。第三件事就係要睇開婚姻嘅摩擦。老夫妻嘈咗幾十年，你而家仲想去改變對方，改唔到噶啦。一個人的脾氣習慣到咗60歲，基本上都已經全部定晒型。你再點樣努力都係白費功夫，而且越改就會越傷感情。我見過一對老夫妻結婚將近50年，天天為咗雞毛蒜皮嘅小事嘈交。朝早邊個買餸，夜晚邊個煮飯，睇電視睇邊個台，全部都可以嘈一餐。老太太天天抱怨老爺子懶惰又邋遢，老爺子天天抱怨老太太搣豆又囉嗦，最後兩個人都得了高血壓，心臟亦都唔好，情緒激動，最傷肝又傷心，天天嘈交，搞到心神不寧，肝氣鬱結，氣血唔通暢，連運勢都跟住一齊倒死晒，身體當然好唔到去邊。道家有講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。婚姻其實亦都係一樣，要學會包容，學會不爭。易經嘅家人卦講嘅就係家庭之道，核心就係各安其位，各司其職，互相尊重，互相照應。呢個先至係家庭長久之道。60歲之後，不如換一個方式，將對方當成你嘅老室友，大家互相尊重，互不干涉，和平共處。
你跳你嘅廣場舞，佢下佢嘅象棋，佢中意食甜嘅，你中意食鹹嘅，大家互不勉強，生病嘅時候互相遞杯水，互相照顧一下，呢個就已經足夠。少動氣多動情，少抱怨多包容，呢個先至係老年婚姻嘅智慧。第四件事就係要睇開兄弟姊妹嘅舊怨。兄弟姊妹是一母同胞，細個嗰陣一齊長大，一齊吃苦，感情本來應該係最深嘅。但係人老咗，反而好容易因為一啲陳年舊事喺度翻舊賬，互相計較。當年父母偏心邊個，邊個借咗邊個嘅錢未還，邊個分嘅家產多，邊個分嘅家產少，呢啲陳年舊事，老咗居然話要拿出嚟嘈，嘈到面紅耳赤，最後反目成仇。我認識一個台南人，今年70多歲啦，佢有3個兄弟，細個嗰陣屋企窮，父母確實係偏心過最細嗰個，佢心裏面都有委屈，但係佢從來都冇講過。老咗之後，佢成日組織兄弟聚會，帶住大家一齊去旅遊，邊個有困難佢就主動去幫忙。那些當年嘅恩恩怨怨，佢晨早都已經鋪到九霄雲外去啦。佢話只記得細個嗰陣一齊玩沙，一齊喺田埂上面打青蛙嘅日子。而家佢哋兄弟感情特別之好，天天互相問候，個個都活得好開心，身體亦都好。從易經嘅角度嚟講，心胸牙嗌斤斤計較，呢個係坎卦嘅困局。坎為水，水被堵住咗就會積聚成死水，搞到你氣血不暢通，經絡堵塞，從而引發各式各樣嘅疾病，運勢亦都跟住一齊堵死。反過嚟講，如果心胸寬廣，能夠容人，能夠放得低，呢個就係震卦嘅生發之氣，氣脈通暢，運勢自然就會好轉。我見過好多老人同兄弟姊妹鬧翻咗，老死不相往來，臨終之前佢心裏面最放唔低嘅，依然係嗰個由細一齊長大嘅手足。有咩比呢個更遺憾？易經嘅太卦講小往大來，即係話你願意放下細嘅，你先至可以得到大嘅。放下嚟喺舊怨，你得到嘅係晚年嘅親情陪伴，係身心嘅健康同埋運勢嘅通暢。呢個買賣劃算就狠。第5件事就係要睇開體檢指標嘅數字，呢點我必須要重點講，因為好多人喺呢件事上面越走越深，亦都越活越苦。好多老人將體檢單當成聖旨咁樣，血壓高咗少少就嚇到自己成晚瞓唔着覺，血糖高咗少少就天天打針吃藥，膽固醇偏高就將所有好食嘅嘢全部戒晒，成個人活得戰戰兢兢，真係苦不堪言。我再補充最後一點，好多人聽完呢啲道理之後，會覺得我呢一輩子虧欠咗咁多人，我而家專登疏遠那些人，自己係咪太過自私呢？我話俾你聽，你呢個想法本身就係一個大坑。咩叫做自私？自私係損人利己，係拿別人嘅東西嚟到填滿你自己。你而家疏遠那些不斷消耗緊你嘅人，你根本沒有所礙到任何一個人，你只不過係選擇咗不再將自己嘅精氣神白白浪費掉。你有絕對嘅權利去選擇同邊個來往，你有絕對嘅權利去保護自己嘅陽氣，亦都有權利等自己嘅晚年可以活得舒服一點。呢個不叫自私，呢個叫做自愛。儒家有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修身永遠係擺在第一位嘅。你連自己都未曾修好，你憑咩去齊家？你又憑咩去幫人哋呢？你將自己嘅氣場守好咗，你身體好返，精神好返，你先至可以真正俾身邊嘅人帶來正能量，先至可以真正幫得到人哋。你自己都搞到氣場混亂，運勢低迷，你跑去幫人哋，只會將對方都一齊拉落水。所以管好自己身邊嘅人，其實是一種大愛，絕對唔係自私。你將自己照顧好咗，你就是身邊人嘅福氣。你活得通透，活得健康，活得開心，
你就是仔女最大嘅依靠，亦都係老伴最大嘅安慰，更加是朋友最好嘅榜樣。60歲之後好好咁活着，就已經是你對呢個世界最大嘅貢獻。各位朋友，真係唔好再諗咁多啦，而家就即刻起步，去好好整理一下你身邊嘅人際關係，將嗰啲消耗你嘅人通通清走。等1個月之後，你自然會發現自己成個人都唔同晒。到時候記得返過嚟我嘅影片下留言，話俾我聽你生活發生咗啲咩好轉。你越願意去分享，你嘅運勢就會越旺。呢個就叫做大智慧。你將呢番話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朋好友，等大家都一齊堵翻住晚年嘅運氣缺口，你嘅功德就真係大到不得了，運勢更加是擋都擋不住。行啦！今日就同大家聊到呢度，記住管好身邊嘅人，睇開眼前嘅事，你嘅晚年生活一定會越活越精彩。我哋下回再見。有咩風水或者人生智慧上嘅問題，隨時在評論區留言問我，我會揀重要嘅過嚟親自回答你。祝各位福壽康寧，五福臨門珠。